星期三晚嘅暴雨令本澳多個地方出現嚴重水浸，有市民質疑政府掘路整修工程不斷係導致水浸問題嘅主因，政府各部門又互相推卸責任。而政府代表就強調已經係有相關嘅跨部門協調機制應付水浸嘅突發情況。今個月8號，本澳多個地方因為大雨出現嚴重水浸，有市民喺出席本台時事節目《澳門論壇》嗰陣，質疑政府年年掘路整修係導致水浸問題嘅主因。依家澳門大家都睇到嗰個掘路工程無止休啊！咁啊，你哋政府方面可唔可以做個統籌安排？冇100米長嘅路面，半年之後就掘3次。咁啊，對於你哋嗰個排水系統都會有影響㗎。即係個渠同個地面係好近，啲水去唔切，係嘛？所以你整高質整咗年幾都唔知搞咩出嚟。亦都有市民質疑政府部門之間各說各話，互相推搪責任。有關民建辦同埋民署咧，大家都各有講法嘅。咁大家政府部門咧，大家都互相推搪。咁樣我想問下，政府都未有吸取之前嘅多次教訓啦，佢哋會唔會建立一個跨部門嘅統籌機制呢？政府代表回應嗰陣話，本澳處於城市發展急速期，無可避免會進行道路建設，當局會有相關嘅協調機制，避免建設工程重複。又話政府各部門之間已經有處理水浸嘅跨部門機制。嗰個跨部門協作上面嘅嗰個情況呢，咁其實喺政府部門之間呢，喺相關嘅啲工作其實就一直都係有協調有溝通嘅。至於對今次嗰個產生呢個水浸嘅一個狀況嚟講呢，咁其實我哋已經係積極同嘅相關部門呢係進行呢個相關嘅聯繫嘅工作，同埋即係會即係督促翻相關一啲責任人呢，就係去做翻嗰個善後嘅一個工作。喺高士德大馬路完成咗重整工程之後啦，咁我哋一直都有密切咁關注㗎。咁過去幾場嘅大雨啦，咁我哋喺現場嘅同事都見到啊，嗰個水浸情況係得到咗改善㗎。氣象局亦都話會檢討相關嘅氣象通報機制，加強對水浸嘅預報能力。澳門電視台記者梁嘉怡報道。